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我的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找我的姑娘啊！哪有？好有病，好有病，做不来事。麻花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鸡肉饭卤肉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属。早时，咱台湾庄脚会使讲满世界拢咧炒甘蔗。甘蔗园是真侪台湾人囡仔时代共同的记忆。伫甘蔗园内底，头错甘蔗。米小炊、走小肉，无所不至。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要来讲一层英国伫甘蔗园内面发生的代志。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陈明仁的参政囡仔记事《甘蔗园记事》。捌有人问我上爱食什么果子，我斟酌想了后，讲是甘蔗。甘蔗敢有算是果子，我嘛毋知。街路边常在有人咧卖甘蔗，拢是写好，剁做一节一节，用塑胶袋底咧，一包卖50，也是100块。迄我毋是真介意。我爱食甘蔗的趣味是刻甘蔗皮，若有迄无写皮，敢若剁做底层尔。我无买，的确袂过瘾。我食甘蔗的功夫真厉害，较硬肉我都有摘掉叶。这是自我做囡仔时代就练出来本领。迄时，阮食的是青皮，叫做原料甘蔗。市面上这款红皮，阮讲是辣甘蔗。原料甘蔗比辣甘蔗较硬。中华规片的平洋，拢是种植的肥产好土地。伫我记忆内底，自来景观敢若报田甲炒甘蔗。阮讲报田，就是种稻的意思。毋过做事人无讲种稻这款话。炒甘蔗，听讲是日本人来了后才有的。为了糖厂的经济效益，甲真济农地改落去炒甘蔗，当然是制糖用的原料甘蔗。迄时的农民甲糖厂契约。由厂方提供本钱，予农民种地、买蔗种。甘蔗错了，总交予糖厂。厂人为了提高产量，派人员巡蔗园，叫做顾行啊。若有人食原料甘蔗，互因掠着，会处罚。讲来嘛真可行，家己种的甘蔗煞袂使食，引起真济不满。搁毋但安尼尔，甘蔗车去制糖会社。磅重拢是会社的人咧注意，因磅了写单予蔗农，单子讲偌重就偌重，蔗农照单领钱。有人捌试过，一袋甘蔗磅过了后，讲是几吨，佮加6个大人起哩，同款嘛是迄个重量，迄磅啊根本就袂准。就是安尼，民间有一句经体话讲：第一讲炒甘蔗和会社磅。
为了这层，老一辈拢知影，我的故乡中华宜林发生过一件台湾史上的大代志。正龙甲日本政府和济汤会社的冲突，就是宜林正龙事件。这不是我要讲的主题。我读国民学校的时，为阮兜要去学校的路呢，有几啊棵甘蔗园。甘蔗大长了后，叶仔拔起来，人秘伫甘蔗园内底，无人知。阮学生囡仔随身炸番刀啊，刀仔柄翘翘，用规罐树林甲点裤头，写鉛笔用的。铺甘蔗当然嘛真理想。两入去甘蔗园，一人取一支，就艺就xuất。食欢喜了后，阁会当黄国鸡、米烧脆，警察网啊真厚，阁食虾啊来咸咸，无细字会挂甲大空细字。我细汉真爱看人炒甘蔗，迄阵若无顾羹仔来巡逻，大家拢会使甘蔗食甲欢喜。主人袂讲甲一句闲话话，炒甘蔗真心实。一班人分做几啊组，头行负责甲甘蔗尾头炒落来，二行是剁正尾下规掌，这是牛上行的食物。三行负责人正筋。人是用刀反手势倒头口的意思，嘛有人讲就是收正筋。人好势，兼甲剁做差不多4节，上尾行的就毛捆，用草绳啊甲规堆甘蔗捆做伙。等炒了，大家才合齐，将一捆一捆的甘蔗搬去牛车顶，拖去有汤厂5分火车经过铁基路边，互乌台车去会社。甘蔗开始剥蔗下，就是买的甜。阮遮的囡仔知影要有甘蔗通食。我上爱看剥甘蔗下的姑娘，头巾、面巾、手袖、手笼，包甲规身躯目睭睭，行路阁会哪唱歌哪扭。留伫我的记忆的，大家身影拢真窈窕迷人。正月霜来春酒旁。有一摆，我放学覕伫甘蔗园内偷食一支甘蔗了，要转去的路里，头前有一阵剥蔗下线要转厝的姑娘，因几来个哪行哪讲笑，敢若一个无咧甲因讲笑，家己对伫上坳尾咧唱歌。我听无伊咧唱啥物，毋过知影是民间诗行的念歌，声低低幼幼，有一种亲情，互我愈听愈迷。煞袂记即转去阮兜的路爱挖角，对迄个姑娘后壁一直行，到因兜门口埕，看伊甲后面的囡仔透起来，才知是阿梅。看到伊的面，煞无感觉有偌水。迄天先晚转去，互阮姨仔妹真算袂好。有一段日子，阮庄里韩讲甘蔗园有歹物啊，阮是大人特别交代讲，毋通伤入去。阮姨仔讲，有人捌看到红头鬃的青面了的，伫园内跳来跳去，公鸡啊，佮吐吐。隔壁庄有人看到，惊破胆，收惊收袂好。学校嘛有咧传即个消息，先生嘛拢吩咐，放学爱随转去，毋通耍伤晚，较袂出代志。原本阮是无啥咧信道，毋过想起来要是胆胆，就偷扑大路边的甘蔗罔解说。大路边的较细丛，伫
甜分较无够，甘蔗丝阁特别润。若无细腻，连喙齿都互甘蔗挽去。若毋是高不利三种，阮实在袂愿食。我讲高不利种是有影的，阮食甘蔗爱美伤重危险，毋但惊主人看到，阁着斟酌顾囝。阮附近骨若庄头的人有讲同和，便若有人看到顾囝出来巡逻，无论偌远，都会喊讲牛小达。这句是暗号，听到的人就紧甲厂里伫食的原料甘蔗拼掉。这毋知影讲是自力救济，也是现代话讲的守望相助。有一摆，阮同学阿生，伊阿舅来买一支辣甘蔗做单路，伊拄举一支咧举，听到人喊牛小达。赶紧甲甘蔗拼落准高仔底。我甲讲，你这的是辣甘蔗，哪得拼掉？对吼，我煞袂记得。伊才想到，跳落去高仔底找迄只甘蔗，望真久，过到规身躯的落骨仔糜，安尼就通知影即句话有偌恐怖。另外，阮阁惊主人看到，伊若判家己发明暗号。若话讲，白叶飞上山，亲像囡仔做道济，带出去画麻叶安尼，大人较袂犯妖疑。伫阮遐，便若大人看到囡仔咧偷错甘蔗，准讲毋是迄块甘蔗园的主人，嘛会养囡仔。若天生囡仔细汉偷挽布，大汉就可能偷牵牛。通常，若互大人也是主人看阮偷甘蔗去食，有时念两句尔，袂有啥大代志。有时啊，阮计皮皮啊，无啥准闻着，无亲像对顾囝仔遐惊。为着罕讲有梦想的伫甘蔗园。害阮即阵高囡仔真久拢毋敢入去甘蔗园较内底去耍，兼食一个够开。隔壁庄开始咧错甘蔗，热热就错对遮来，咱会当食甘蔗的日子剩无介济啊。这无大紧，阮隔壁庄的同学佮笑我无脑，互人吓一下就惊，即口气实在吞袂落去。哼！无，你打算要安怎？我要入去甘蔗园掠魔神啊！阿生袂堪即击，讲要偷一个入去甘蔗园掠魔神啊！临时临要阁惊惊。阿仁，你斗阵跟我入去好无？为虾米？你家己一个人入去会惊吼？嘛毋是干那安尼啦，你若跟我去，就会使做我的见证。证明我真是有入去甘蔗园啊！路年一直有整年的人来去，阮等到天要照暗，才弄入去大轮边，风声讲有歹物的甘蔗园。趁即马，行，互你行头前啦！啥？我行头前？阿生煞叫我行头前，伊主角变配角。我无缘无故，公亲变事主，愈行愈毋愿。伊个手甲我揪按按，内面是暗酥酥。阿生去互正尾赶着，哀一声，我互伊惊一条。雄雄，附近有啥物物件撞出来？刚刚互两只魔神仔分两路撞对别个甘蔗狗出去。我惊甲强要破胆。魔神仔撞出来啊！你是安怎晓？哪唔紧走？我两脚惊袂震动。阿生搁较喊，讲伊两脚倒伫甘蔗狗爬袂起来。怀直，梦想的嘛走去啊！阮就伫园内休一困啊。
高仔遐敢若有啥物物件？伫阮头前的古沟，敢若有啥物件？我惊挖去，迄是啥？敢若是布料做的，嘛看无是啥物物件。啊，迄一定是摩西仔的物件。阿星讲是摩西仔的物件，阮甲捡起来，会当摕转去甲人顶。毋过，阮阿爸甲阿星因兜的人研究的结果，迄是人的头巾、手袖甲内衫。迄应该毋是摩西仔的物件。哈，毋是摩西仔的物件哦。我甲阿星感觉真失望。本地阮掠准家己是英雄。啊，这包巾甲手袖应该是阿梅的。阿星因伊啊雄雄认出来，啥是阿梅迄？我真足看，有影面色，敢若迄天就是看伊包这条巾啊。因大人得到一个结论。安尼我知影，一定是阿梅毋知甲谁咧恋爱，惊人看到，秘伫甘蔗园约会。安尼嘛真好打。大面是安尼无毋对。阿星因阿爸念一首歌，讲：甲阮约伫后壁狗，赶尾拍甲做好头。要受啥人甲阮头，拍歹音言是无后。因阿叔讲，这歌爱改做。甲阮约伫甘蔗沟，才尾拍甲做河头。要受死囡仔受假熬，袂付穿衫双头走。翻转工，我去学校，按算要甲同学宣布讲，甘蔗园一定清气啊，毋免惊啥物妖魔鬼怪。哈，我早就知影是阮老爸破案的。你咧讲啥？你知影恁老爸破案的？我一时三无掌。迄个同学因老爸是隔年派出所的警察，昨暗半暝专锁总动员去搜查甘蔗园，掠着5个白庄专门咧种缴金的，甲10外个跋缴卡。因原本是伫都市设缴，风声伤暗，走来庄卡的甘蔗园中央，用电池火烧光开缴场。警察有伫现场找到装做摩西仔的红鸡头毛甲小鬼仔壳，长长的喙齿是一条红布仔尔。因先哈人讲有鬼，安尼较无人会半暝去甘蔗园迫害因的财路。了后有真长的期间，我若看到甘蔗园，想到的毋是迄几个假鬼的教徒，是包甲目睭睭，哪行哪唱念歌阿妹的形影。伊唱的应该是寒桥归道旁景照，秋寒菜若满地叶，惊爸惊母毋敢叫。加衣裤，加花目叶。今仔日的广播剧《甘蔗园记事》是由陈明仁原作，大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上扬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梅、张伟芬演出；阿仁、朱国立演出；阿星、郑浩成演出；同学杜文泽演出；老师梁卡玲演出；阿仁的姨仔王庆芝演出；阿星的姨仔叶欣怡演出；
阿仁的老爸关凯欣演出，阿星的老爸还佫有庄民、王家仁演出，阿星的阿姐邱家元演出。暖暖站门客，咱来故事串万地。放花来尾声。今仔日来到民生社的开讲的读册班，是咱台湾博览会、台湾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吴夏美、林淑美、詹益瑶、叶怡欣。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听这4位读册班读今仔日这篇故事的感想，也佮有民生的回应。大平安，我夏美吼，我是迄个台湾街市面的发起人。这篇这个甘蔗园吼，有写真侪甘蔗园里发生的代志。这对现代人来讲哦，应该拢真青春。可能敢若知影去糖厂爱食鸡仔饼尔。阮阿母吼是打狗的鸡仔头人，因阿爸就是阮阿公。较早就是伫台湾头一间糖厂吼，鸡仔头糖厂咧食头路。毋过演过吼，迄款情景吼，也是恶伫想象啊。所以真感谢阿仁先吼，甲甘蔗园的代志吼写甲真有路，像迄个测甘蔗迄款情景吼，拢甲记录落来，互咱通好体会。内底嘛有写着迄甘蔗园的恋爱故啦，食尾拍干吼，做核桃，佫有迄夭寿骨的吼，咧共透吼，实在心色甲，嘛有讲伫迄个甘蔗高年吼做产开，甘蔗园呢吼介绍吼，感觉讲。内底有藏诶真侪秘哦，有人伫咧做啥物代志吼，惊互知诶款吼，这原来是现代社会吼恶伫想象诶，以上。好，因为我感觉我有需要甲台湾上普遍诶作物，就是稻仔甲甘蔗，介绍大家知。台湾土地上主要诶是稻仔甲甘蔗，我捡稻仔写咧写采用稻仔嘛。甘蔗去专门写甘蔗嘛，尾来拢无人知嘛。所以我需要甲过程写了，干那写过程无趣味，我安排去，搁去铺排一个故事。这比是难度较悬的啦，要安怎安排故事，我较熟悉，是难度较悬啦。恁逐个都趣味哦。大家好，我是秀美吼，我即摆咧做台语老师。我其实已经60通岁啊吼，一个甲咱台语讲转来即个过程呢，我嘛偷偷甲咱台湾的历史甲即个文化捡转来。即个阿仁呢，伊写出咱台湾迄当时洪实民吼，种植甘蔗的迄个生活吼，伫即个活泼内底故事内底吼，经过迄段汤甘苦涩的甘蔗树吼，我感觉呢，真适合拍做电影啦吼，互咱遮少年的即个台湾囡仔吼，会来理解咱迄阵咱的历史啦吼，知影讲咱较早的台湾人吼是安怎伫过生活的，互因吼享受即马遮快活的生活时呢，毋通袂记得咱的公妈吼，伫迄阵流过迄个花甲汗。过来就是我要分享即内底即个念歌，通拄仔夏美讲的吼，因为吼进前的时阵吼，我接触到咱台湾有即个念歌册的时阵吼，我着介意着即个念歌吼，着搁走去学乐器无。所摆呢，伫阿妹咧唱报歌的时呢，我真有感受诶，搁真感动。因为仁呢，伊甲即个念歌迄个情景吼，唱入去剧情内底吼，即条歌吼真活跳吼，伊我敢若安尼用念诶感觉是真无共款诶。伫咧念歌里呢，我不只看到咱台湾人语言诶水，个音乐诶水哦，我感觉咱台湾人会头壳做灵活诶。做够变巧诶，搁像个变开海安尼吼，咱的台语呢，就是遮尔遐趣味，咱哪会当甲咱的台语放互无去咧？这是我的分享。
恁拢有讲到这台湾念歌吼，台湾念歌这技术还是报歌吼，拢是真水的物件。啊，台湾有真侪咧研究的人，你会记得我上尾啊，我用一个唱歌太难，含笑过头红金蕉，唱歌太难满地叶。惊爸惊母毋敢叫，假意苦叫画马叶。啊，唱的人是地美啊，地美伊是即个对即个洪水珍念歌团学的，啊，伊又做袂使啊啦，我请伊来念的啦。啊，因为我2000年有2届跟洪水珍念歌团哦，我带在老先的啦，国宝级的大姐啦，黄秀香人家来了，规台湾演出的。迄文化中心嘛，这拢我迄请人啊，我做主持啊，带去演出的。我对即款物件吼有趣味啊嘛。文化部有一个台湾民间文学，啊，就是甲古代念歌啦、报歌啦、吼歌戏啊，什么做一本册，300几万人啦。啊，迄个要标的演出，差不多同这总监啦。所以我嘛，因为较早迄字拢学袂写嘛，啊，我找一个高人，我毋是高人，但是我找一个各地的高人。甲伊标准化，包括念歌啥物有啊？阮是用白话字啦，阮是主要用白话字。啊，一部分若要用迄个就汉语，汉语嘛是白话字啦。啊，全白嘛有白话字啦。迄是我做来，或者我对即个歌声，我知拢差不多拢熟悉啦。对什么歌声？这地美就是优秀嗰个啊，先洪水珍，洪水珍是安徽人的这八小妹，伊目黑。啊，伊去带黄秀香了后，伊就做念歌团来推广。啊，尾来伊都会当摕到地美，就已经摕到艺星啊啦，你唱个地美真好听吼。大家平安，我是台语田咧做事的金娜。甘蔗园互人直接的感觉就是热血，吼啊，甘蔗糕呢，直直一零一零长long long，啊，搁有甘蔗粽啊。咧微炸啊，食虾目睭睭，所以伫甘蔗园内底永远拢有一寡较有想象的传说啦，吼。啊，若讲到食甘蔗，有影莫下皮直接嗑，加种有滋味的。阮庄里嘛是有种甘蔗，又有分白甘蔗甲红甘蔗。啊，阮庄的红甘蔗呢，才是真正囡仔头压来食的对象。啊，白甘蔗甜是甜。毋过伤过润过甜啊，红甘蔗加足脆过清甜啊，吼啊，若头压甘蔗去互大人杀掉，结果就是互人养几句啊，啊，甲你吓惊，讲要报学校的老师安尼，吼啊，假是袂当做菜，啊，佫准过啊，吼，这嘛是阮细汉的时阵的即种经验。另外，伫故事中有讲到甘蔗园头约会相关的报歌，即种的。报歌伫以早，阮咧学台语的时阵嘛有去接触到。啊，这歌的特色咧是真水，会生活化、通俗化、自然化，啊，佫有音乐性的文学价值。啊，有上山下海的劳动啦、田园的种植啦、地山挽地啦，即种的互相的搭喙鼓、搬喙花，啊，佫有描写一寡男女意爱啦、相思啦、思恋的即种的欢喜、悲伤、郁卒。展现咱台湾宁静风俗的这种的宿命的文学，这就是咱台湾民间文学的台湾宝。咱爱赶紧至少佮甲捡倒转来，无有影真无彩。报歌算台湾的口语文学很重要的物件。迄个黄敬仁老师吼，伊家己称作台湾国风啦。因为较早这个吴永涛啦吼。几个台湾人当时都话拢有咧研究啦，啊，有人讲是得基础啊，吼，或者叫得基础，迄种豆腐佫水啦。我就是讲，即摆嘛真侪学者拢研究这啊，像啊萧腾春老师歌题伊嘛有即方面伊嘛有研究啦，伊嘛有研究吼，洪景教授嘛有研究。你若研究这歌谣的，拢会研究到这。啊，即个物件啊，佫这像话之前廖振辉嘛有咧研究吼。廖振武老师嘛有研究，啊，这个物件，因为伊较早的字，迄字是学袂写的啦。咱主要是咧，毋是爱伊字嘛，是爱伊这个歌的内容嘛，啊调拢差不多固定啦，吼。
这我是感觉讲需要靠着我的册来来去讲一下，因为甲我的物件咯，我讲无对，我感觉真拍算，我感觉真拍算。当然，嘛讲迄个时代讲男女要约会都通开，都无所在，就较苦嘛，买甘蔗糕啊，这嘛是，迄就是真正。你今仔日连手牵手都互讲呢，行做伙就互讲啊，莫讲啥。我台湾车讲，我甘蔗下面者咧行，我伫后壁缀咧看无。大家拢规身躯包目睭毋知啥啊，就干那尾仔一个阿妹感觉咧唱歌安尼，听伊歌去迷，就去迷着安尼无。迄种超官安排啊，去到遐看着口来消费，无咁无遐水，等下讲拍讲，都感觉袂好安尼，迄就啥囡仔心情安尼啦。好，大家好，我是欣，我即马就是一个想要甲大家母语讲落转来的人。甘蔗园技术啊，这篇就是记录台湾迄个时代真重要的甘蔗农业的施工历史甲过程。伫文章内底嘛，会当看到台湾和日本时令的分野，因为日本时令的关系，才开始插甘蔗，所以这互我想到台湾人为以前到即马。拢无法度为家己诶代志做主，所以亲像庆当即项代志，就是人讲偌济就是偌济，你搁较重，两个大人徛起哩共款是迄个重量，所以遮我感觉就是，台湾人为以前到即马拢是受到外来士兵诶人诶欺负安尼，感觉都毋共诶。倒来，这篇故事有淡薄仔迄种鬼仔故诶气味，我感觉都深刻诶，互故事加真有迄个戏剧性。另外，阿林山用囡仔的角度去重新呈现甘蔗伫大家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啥物，还阁有记住甲甘蔗对大家影响，再次甲迄个时代会记伫角度转来安尼，亲像囡仔会发明暗号伫遐互相帮衬讲有迄个古囝仔来啊，就是毋通阁偷食还是偷摕安尼。甘蔗园嘛是囡仔必修找的好所在，因阁真享受就是听把甘蔗下的姑娘唱迄个念歌，吼。若是大人看到囡仔咧偷错甘蔗，就是家囝就是安尼小可念一个，所以迄个时代大人对囡仔迄种宽容的迄个性格安尼。阁有就是大家拄则拢有讲到迄个。阿星诶老爸甲阿姐诶念歌诶部分，我嘛感觉遐足趣味诶，所以这完全就是台湾人原创诶创意，对。所以虽然迄个时代生活较无遐辛苦，毋过嘛是由原展现台湾人迄种乐天爱讲生笑迄种个性。我感觉就是写出甘蔗影响每一个人迄种做活跳诶画面。好你讲了真好。因为这边有真悬难度啦，就是讲你两个去假咬阿星无，要去遐掠无钱啊无，弄断个无，结果才发现是阿妹甲人伫遐咧做摊开啊，了后伊就想讲，你去校讲要破个啦，才有囡仔因后壁进来讲是啊，才咧讲较大个代志啊，因为我袂使直接讲话，这要收路条无，收路再去甲这个故事再完整化，看跟当时就是当面去扫，因博缴人头发较好啊，过贵了后，大家毋敢去，伊就专门博缴，伊就专门博缴。较早博缴诶嘛，迄种都市经济博缴诶，就找无头发无所在，嘛去甘蔗园啊。所以讲这款安排就是咧出现迄个时代无，姓破诶人真济啦。我甲你讲啦，真济好嘅人吼，伊来生活一世人都无问题啦。尾倒钱倒是两项啦，一是缴一个毒啦。你若莫叫较多，你的财产无可能规个拢无去啦。好，感谢民先生。接下来是咱问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民先生的问题。内底有讲到迄暗号吼，囡仔做图册是咧画内hiệu。请问这画内hiệu是啥物方式？有啥物意思？再来就是要请教迄个较早捌看过人咧摕甘蔗咧医无？就是比如讲可能咧跋输赢是啥款的？我有看迄个日本时代册吼，迄台湾风俗志内底有写着5种。
敢通教阮规款迄要安怎算？我嘛晓是台湾的规矩啊。较早台湾人吼，囡仔大地有无？囡仔做大地，爱去献红卵，献红卵就是叫做干卵有无？炸出来就抹红的色料，啊去送厝边斗的囡仔。迄一家一粒尔，囡仔摕着就能吼，无好食一粒，就甲掰开用线有，切做一周，我就食一周。个香就是讲香就是讲你收着这个爱共回礼啦，安那回礼咧，就是带这个囡仔去发麻药啦，发麻药是讲做大啦，就是讲去遐食交外有无？啊，有诶讲辣药，有诶讲麻药啦吼，讲啊辣药来哦，辣药来哦，啊是讲辣药做管管哦，啊讲大声发个，互囡仔毋惊讲这做大啦，啊其实真正意思毋是安尼啦，真正意思要互在厝边斗内讲这个囡仔。更加今年囡仔也捌甲摕啊，家己做社交啦，真正意思是安尼啦。这是台湾足优美的风俗，安慰一个台湾礼俗典就写着，啊，即摆拢无人知啦。发麻药就是安尼来啦。啊，过来第二个，我甲你讲吼，我无讲白甘蔗，我讲迄个原料甘蔗，做先来讲原料的，啊，迄个红的叫辣甘蔗，因为先原料甘蔗是藤酒甲你契约的，伊有成本互你啊，所以你袂使食。伊先政府互你去买原料创啥？伊甲你契作的啦，迄是藤酒甲你契作的啦，所以你袂使食，嘛袂使卖。所以有顾家啊无？顾家就是咧存啊。陈正宏都有写过顾家啊的故事啊，哦。伊的生活就是第一啦吼。我伫迄个阿村内面就讲伫一点头啊，你甲人吊甘蔗，用手看偌重安尼，啊，逐个讲偌重，啊，了后再信了啦。从我的甘蔗你摕去，免出来到付出钱，这嘛是一种。啊，第二种就是甘蔗菜直直吼，用刀啊有只破落，换成破了较水，迄摕钱哦，两种算法。啊，而且这篇哦，伊的内容足丰富的吼，啊，足侪主题啊。罔讲这个小说真短吼，啊，我真奉献迄个啊，林先你是安怎去安排，甲遮尔多的主题会当送去钱去这个遮细篇的小说内底，你安排真正的工课应该做真济，想要问你这部分写作的方式。哦，这我嘛无咧，因为我今仔时代有好靠甘蔗，我拢有去看。靠甘蔗，因为我嘛，我今仔时代嘛是爱靠蔗尾啊，迄个蔗尾有哦，所以蔗尾无爱食啊，蔗尾当然人爱。主人家啊，落去我嘛去捡蔗尾啊，啊，所以都有经验。我听讲甲收甘蔗的过程有哦，我主要是要写迄个甘蔗的味精吼，迄要我这个要炒甘蔗，甘蔗就用炒制法。你若讲种甘蔗是外行话，炒甘蔗有回沙帮。我讲这个地理的做产，这叫做播产，哦，迄无讲种球啊，哦，你农间拢安讲啦吼。啊，这个我当是要写迄个为头到尾修成啦，从你过程要记这，啊是讲无加故事无趣味安尼，这去写。啊，对故事对我讲，我这好人生哦，无啥问题啦。我伫即个故事尾啊吼，迄主角呢，当要讲出咧甘蔗园清气啊，无几个事实，啊，甲伊所发现的物件。啊，说互同学抢进前，讲是警察咧找甘蔗园掠缴的代志。安尼安排呢，敢是有考虑到个阿妹啊，查某人名声的暗示咧做铺排？无啦，这是事实的，因为迄个做生意，我是咧讲有这个行为啊。我重点是咧要甲这个，你暗是安怎咱有迄无真仔梦做的？我高中的时无听讲有人迄个做个多车哦，啊，若家己转来讲有迄规只跳的安尼啦。啊，尾来讲讲穿乐车啊，咧跳啊咧，闹这风声。迄阵社会风声真好，迄阵我读册啊也敢无啊，转来拢摕下来搭是倒啊，若拄着要改变啊。啊，所以我爱偷这个干嘛？有是安怎？迄无真啊出，我爱偷这个干，啊无这个就故事。我毋是讲为着阿妹呐，哦，阿妹伫遐讲迄个无啥啊。
大家好，我是鱼。因为这篇故事啊，重点是写甘蔗的迄个修行的过程。不过就是内底阿玲先讲，就是特别安排阿梅的歌声，所以对这个阿梅的歌声的描写，我真有路，就是袂输真美丽的歌声是为册里安尼唱出来的，所以真好很讲声音的记忆对阿玲先来讲，是毋是比迄种外表佫会使互你永远就是保存起来安尼。所以恁吼，你爱去听原作尾啊，听即个地米唱的迄个歌吼，上尾也有哦，结束的时地米唱迄个含笑骨，上头尾爱去听一个，因为迄是一种真好艺术哦。我请伊来，我要互伊钱嘛无啊，伊嘛袂摕啊。意思讲我较早咧带团的人，所以即款台湾的一寡在艺术吼，足厉害的啦。咱也知影吼。过去台湾你若无一人做诶人啦，是袂堪要做诶人啦，是讲就时间讲天生都目暗诶人啦，因最好去斗江湖、趁食啦、念歌啦，就是这个歌仙吼，歌者，因诶代志足厉害。我若小时阵讲，全世界代志上好诶，就是这个歌仙啦。因干那一支弦啊，是讲一个琴，起遐装脚，装脚人家都无钱啊嘛，拢认出来。因咧卖物件嘛，大部分拢卖药嘛，拢认出来。干那因唱一个，因咧讲话去我尔，甲人拢认出来，安有够无？台语若要水，就是爱安尼啦。这台湾人无啥重视啦。感谢台文博览会4位读册伴，甲咱明日先来带来精彩交流。最后，咱邀请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主任杨文元副教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甘蔗园技术，因为迄个阿玲是住伫梨林嘛，吼，梨林遐咱知影讲日本时代有发生过蔗农事件，吼。种甘蔗当然因为糖厂的关系啊，真侪农民都有种甘蔗，所以伊起头是成功，伊上爱食的果子其实就是甘蔗吼，而且伊有特别讲，伊是真爱刻甘蔗皮。这篇文章我感觉伊有小可有一寡推理的感觉吼。咱当然伊先开始是介绍这个甘蔗若要修行的一寡过程吼，包括就是头行、二行、三行安尼一直落来吼。好。但是伊后来伫讲一个故事，就讲因当然囡仔嘛是会走去迄个甘蔗园内底头班甘蔗来刻嘛吼。当然而且伊是爱走去较内底吼，才袂互发现。因就是后来整理发生一个代志，就是讲有人伫迄个甘蔗田遐看到魔神啊吼，了后就是爱去收惊吼，所以引起大家惊吓吼包括大人吩咐囡仔莫过去遐吼，第二就是学校的先生嘛是叫因讲放学的时阵了莫过去遐吼。当然你知影囡仔就是个小嘛吼，就是讲大人叫咱毋敢做，咱阁想要试看觅，所以伊一个朋友叫阿星吼，就是招伊做伙去入去看觅啊。所以因就是利用暗时的时阵走入去吼。但是后来因真正是入去了，因为互甘蔗迄个叶去刮掉，所以变做讲嗌一声了，竟然有两个敢若魔神仔的人走出来吼，所以因了解是因发现这个魔神仔这个代志到底是啥物原因。结果第二天去到学校，因讲这个物件已经破案了，而且这个破案的代志甲因讲的是无关系吼，所以原来是因为有人伫甘蔗田内底设妖精伫遐跋筊吼。但是为着莫互一般的人会想要入去，所以伊伫外口做一寡小鬼卡啊遮的物件吼，要共吓，就是互人看到会惊到，才毋敢入去吼。当然，这两个拢有发生吼，但是我伫感觉伊这篇故事的迄个编排真趣味，就是讲伊有小可有一寡推理的一个过程，互大家感觉这两个拢是一个是安怎伫甘蔗田发生的代志。这篇文章有一个较特别，就讲因为咱以前农村社会，比如讲咱有时迄个小宝嘛吼，就是讲咱知影迄个庄脚所在吼，咱即马会讲啥物一寡八卦啊吼，这个代志就是讲咱是透过网络传吼，咱庄脚即个所在算一个真封闭的一个社会，所以
你有一寡代志若毋敢光明正大做，可能就是利用暗时甘蔗园吼，因为迄个所在较袂互看到吼。暖暖专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有讲到高不二三章、梦算，还有惊破胆等等的台语词。这部线入去，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定春老师，为咱来讲解这几句台语词的含义。咱先来讲富人人这款的结构，这是台语真特别的一种讲法。富人就是一种人，若像讲查某人、先生人、手头深、学生人，这款的结构拢是同款的。再来讲。惊破胆，破胆是惊了的结果的补语。再来讲高不二三章，这个高不二三章，伊本来的讲法是讲高不二章，这个二应该是而且的二，不二过嘛是安尼，不过。会讲不离过，毋是一二三的二，这个故事较特别。这叫做塔二，高不将，佮塔二落变高不离将，不过塔二落变不离过。过来梦算已经真罕去听到了吼。梦算当然暂时用妄想这两字。这首《故乡的田园》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定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早台语社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专门客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营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上的故事是《捡伫我水》，欢迎准时收听。月光光，
乡的残垣。心较长长，敢会飞过阮故乡的残垣？敢会飞过阮故乡的残垣？